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全地都要宣扬。主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我们再拍手。神创造地，宇宙万物都要欢呼赞美，圣徒直到地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全地都要宣扬。主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高举双手，一起来宣告：配得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于你到永远。我主我王，赞美都归于你。配得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于你到永远。我主我王，赞美都归于你。配得一切荣耀、权柄、尊贵，都归于你到永远。我主我王，赞美都归于你。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来拍手，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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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更坚定的来宣告，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我们将最大声的掌声都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向你旁边人，跟他说：“你唱歌真的超好听的。”唱歌真的超好听的。感谢主，神悦纳我们每一个人的歌声 ，Amen 吗 ？Amen。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 ，Amen。就让我们再次凭着信心来宣告，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大事 ，Amen 吗 ？Amen。我们一起来宣告：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
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我们再一次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因为神是配得赞美、配得敬拜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我们深信神是赐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再一次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转向你旁边人，跟他说：哇，你跳舞非常的美。跳舞非常的美。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用一首新的诗歌来敬拜神，因为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神也要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信心、勇气来面对一切。是在这一首诗歌一开始，我们要邀请乐团先来献诗。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好吧，我们高举手一起来唱。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
上，圣殿充满荣耀，你的荣耀充满全地，我们敬拜你，哈利路亚！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牧师每想到，神他是如此的荣耀尊贵，充满光辉，而这些尘土的我们却可以透过敬拜来表现我们对神的尊崇。我们真是被神高举，有时候我们觉得不配，因为在我们里面还有许多的不圣洁，神他是圣洁的，然而我们这有罪的却可以来向这一位圣洁的神敬拜，乃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阿们。弟兄姐妹，当你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你的灵有没有对焦于耶稣基督？你敬拜的时候，你举起手，乃是因着耶稣就在你的前面，你可以用意象看见神正在你的前面，就像耶稣的图像一样。弟兄姐妹，是我们要用这样的信心，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就把耶稣放在你的前面来称赞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我们全然敬拜他，举起我们的手，因为那荣耀配得我们的双手高举他。主啊，你是荣耀的，主啊，你配得我们的尊崇。敬拜他是我们的特权，祷告也是我们的特权。阿们。因此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这祷告的权柄。所有在基督里面，你认耶和华认耶稣为主，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你的祷告神就必垂听，你的祈求就必成就。阿们吗？我们现在要来为一件事情来祷告。我们在228 3月1号，我们所有核心的重要同工，我们有一个灵修会到埔里，我们求神来对我们说话。在这一次的灵修会，神要给我们这一些的同工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有领导力的小组长、铁三角、长老、执事，所有的服事同工，这个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连结于基督，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牧养人，所以我们要来为这个我们的核心同工灵修会来祷告，求神彰显，不仅带领我们平安，也让我们在那里设立敬拜的祭坛，让我们在那里为大家祷告。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牧区有一个爱的分享。好，我们现在要来 RPG 的祷告，来找你旁边的两个，我们 RPG 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第一个赞美神，第二个为灵修会祷告，第三为对方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我们的，把我们的祷告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为我们的灵修会，求主你来向我们说话，来彰显。在这当中，我们每一个同工，一个神的呼召，主啊，我们愿意摆上，主啊，我们谦卑，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你的能力。
的手，称你为圣洁。你坐在那宝座上，你为荣耀，你为至高。举起我们的手，哈利路亚！我们说主啊，你是全能的神，我尊崇你，哈利路亚。一边的弟兄姐妹们，举起我们那感动的灵，哈利路亚！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一起举手歌颂他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阿们吗？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阿们，阿们。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的赞美非常的美，你的赞美非常的美，哈利路亚，这是真实的，神正享受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你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唱歌唱出神的荣耀的时候，你的脸上就有荣光？你跟旁边，你跟他说，长得很帅，你也很美丽。哈利路亚！凡进到这里来礼拜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说哪一个不帅，哪一个不美？每一个都帅。耶稣帅，我们都帅；耶稣美丽，我们都美丽；耶稣健康，我们都健康。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感谢主耶稣。大家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0章7到16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得安全，并且可进入，找到羊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一看见狼来，就撇下羊群逃跑。狼抓住羊，把他们赶散。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对羊毫不关心。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们圣经攻读到此，愿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力量，成为祝福。
现在我们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他的题目是“好牧人与羊”。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大家火热的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连天君天使都跟我们一同欢唱，阿们。我们是在整个属天属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用敬拜的行列，把我们所有的一切歌颂、赞美、感恩都带到神的面前，阿们。耶稣也在他的神的宝座前旁边为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一并的献给我们的神。所以这是我们值得荣耀的从地到天的连结，这样的敬拜是属乎基督的，更是属乎他的羊的，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他，充满了神的荣耀。好，这时候转换一下，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举起我们右手，我们一起要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履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感谢主。当我们每次宣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合神的心意的，神也必成就在我们当中。阿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好牧人与羊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当然牧师都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一起来。所以呢，上周的读经计划跟抄写的圣经是在哪里？约翰福音4章到11章哦。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是第10章，对不对？好，我们一起来思考好牧人跟羊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感谢主，因为上个礼拜牧师也有把约翰福音很重要的核心中心的价值跟目的告诉我们。那我们很清楚，约翰福音跟其他的共观福音是不一样的，因为约翰福音，约翰的作者他就是要告诉凡读这一卷书的书信的，他们能够明白他心里所确定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降世为人的神，这是让我们明白的，并且凡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着永生。这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属灵的价值的福音，并且它让我们明白看见基督的心就在约翰福音里面。所以感谢主，圣经作者就这样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对，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借着摩西所传给我们的，对不对？那恩典跟真理呢，是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哦。所以我们清楚的让我们看见，神早就在旧约就让我们明白，他这一条救赎的计划是在新约，在耶稣的基督的身上都已经全然的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读了一半了哦，读了一半了。那愿我们能够明白整个以基督中心来做宣告跟介绍的约翰福音，它就是第1章1到18节，就是在介绍基督，对不对？然后19节开始到11章的44节，它有写到耶稣的工作，而在耶稣的工作里面，非常特别的有7件的神迹，对不对？有行了7件的神迹奇事哦，让我们明白耶稣他就是神，大有权柄的神。然后呢，11章45到19章的42节就谈到了，就描述了写到了耶稣的受苦。那我们从今天12章开始，就是进入这一段经文，对不对？那到20章到21章，就是在描述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他所给予我们丰富给我们的大使命。
哇，我们就很清楚整个约翰福音的架构就是这样。让我们读过以后，今天牧师再确定给我们来了解，我们所读的是有顺序的，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在介绍，并且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并且他就是弥赛亚，是旧约到新约我们所渴望的。所以约翰福音就是基督的心，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约翰福音就是基督的心。他在那里表达基督降世为人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最后成全了神的计划又是如何的，跟我们有极大的重要的关联。这关联关乎的不止你自己而已，也关乎你的家、你的后代，也关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以至于全世界以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看见耶稣用好牧人跟羊的比喻来表达他的工作跟他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听到他这些话的，我们知道当中有一些的就是犹太人的官长，耶稣很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们，从比喻里面告诉他们说，是贼，是强盗，是从别处进来的，不是从大门堂堂正正进来的，那一些就是在偷窃、杀害、毁坏的，对不对？哇，很特别哦。这段经文其实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有6次，这些犹太的官长领袖跟耶稣辩论，这是第5次。如果我们详细的这个礼拜再读，你就会看见有很多这些的犹太人提出很多的问题来问耶稣，跟他辩论，有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啦，安息日当中耶稣也要医治不行的不是吗？对不对？哇，很多有关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真的是弥赛亚吗？他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位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怎么自称是神呢？哇，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在这其中。那这是第5次哦。那我们今天读的会看到，昨天读的会看到第6次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耶稣从这样一个比喻里面说完以后，这些犹太人认定他是怎么样被鬼附的，所以他才会说这千万的话。哇，这个很没有礼貌的，他把自己当作神你是谁呀？哇！但是耶稣就反驳说，鬼能够让瞎子怎么样睁开眼睛吗？对不对？不可能嘛！因为耶稣在说这个比喻之前，他就是让瞎眼可以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让我们在今天里面能够更明白的，耶稣是好牧人，我是乖乖羊，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说，来，耶稣是好牧人，我是乖乖羊。阿们。你乖吗？真的乖吗？真的乖吗？自己想一想自己想一想，有没有乖就看有没有按着那个牧师所给的那个读经计划就知道了写到哪里了？11章了，对不对？今天要写12章的经节，对不对？对，而且透过这样，我们一起来你可以想象吗？2年以后，你可以勇敢的跟人说：“圣经我又读一遍了，并且我每一天都有一个经节，我反复的把它宣告，从2000年前的文章化为现在的祝福，化为神直接对我的讲话，那好不好？真的是太棒了！这才是我们活在基督里我们基本应该要做的。所以你是乖乖羊吗？你跟隔壁说，我最乖的。阿们，乖吗？阿们，感谢主OK， 好，今天这段经文，耶稣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跟随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羊的门，这个在原文里面它是单数。他说
大门只有一个，可以进来羊圈的就只有一个门，不会开很多门。你家会开很多门吗？会吗？不会，对不对？顶多有一个后门，对不对？那后门是怎么样？常关的嘛，对不对？那进出一定是从正门来哦，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知道，朋友才会从正门进来。如果从后门钻进来，窗户爬进来，那绝对什么？不友善的，对不对？那一定不是我们所欢迎的。那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他非常清楚知道说，就如他所说的，就是唯一的，再没有别的门可以进来。所以耶稣有这样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在14章的第6节，他清楚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彼得在这些官长的面前，他也这样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对，彼得他经历复活的主以后，他也这样勇敢的宣告哦。他这个宣告是带着怎么样性命的危险的来宣告，但是他知道他的生命的重心在哪里，他明白他跟对了，所以他就勇敢的见证。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了解，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出入对不对？其实在原来的意思不是出，不是先出再入，是怎么样？先入再出。这也是一个关键，对不对？你进到羊圈，要先进来才可以得保护，要先进来才能够在牧羊人的手中带领你出去。去哪里？去到青青的草原。到哪里？到甜美的溪边，对不对？去那里领受所可以供养你生命的一切，这是理所当然的。请问你进入羊圈了没？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好好思考的。所以先入才能够再出，跟我们的经济也一样嘛，对不对？你在花卉前是先出还是先入？一定先有进来，对不对？筹算一下，哇，怎么样规划？这是理所当然的哈。如果有一些人是先出的话，就是最后会成为什么？卡奴，对不对？银行就会来讨债了，哇，那人生就不好过了。对，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来了解。所以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哇，太棒了！我们不仅可以从主耶稣得着生命，他应许我们得的更丰盛。那我问你，已经进入更丰盛了没有？进入更丰盛了没？也许我们可以说，耶稣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可以来宣告好不好？耶稣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这是谁的诗篇啊？大卫的诗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人，我必不致缺乏。我可以心满意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就可以印证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他乐意把一切他所创造的赏赐给我们。在中东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当中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以后，他们变成半游牧民族，但是他们非常的清楚，当他们把羊赶出去的时候，有时候一天没有办法直接回来呢，那怎么办？他们会就地的把羊圈做起来，做个保护，然后当夜守更的牧羊人，他会睡在他们所设定的一个门，横睡在那里。如果我们永光教会要进来，他会睡哪里？他会睡在哪里？睡在哪里？不是这个了，一定是外面那个了，对不对？进来的那个铁门对不对？
你就会看到周牧师明天开始会睡在那边。好，那羊要进来要出去，都要跨过我。有人要进来也要跨过我。这是当时候他们非常清楚，犹太人非常清楚羊门羊圈，他们很了解。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知道，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是让他们明白他们生活上的这一些的做法习惯，也至于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对知识的寻求很容易，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总是说，基督教非常的霸道，对不对？怎么只有耶稣可以，别人都不可以哦？别尊的神都没有那个能力哦，只有你们基督教的神可以啊。其实啊，你们基督教很霸道，你看其他的宗教都非常的心胸宽大，众神都可以进来，有没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有没有被问过这个？有，对不对？你怎么样去面对？对啊，在我们的民间的信仰有很多不同的神啊。如果你有朋友他是拜佛的，你就会看到他的家会摆了，不会只是一尊而已，对不对？他按着他的需要，他的工作，他的事业，他会信奉不同尊的这些的需要。土地公啊，关公啊，有没有？观世音啊，都会按着他们心里所可想的，把这样的神明请进来，这是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讲，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有的人更忌讳看到怎么样看到那个树木很大，有没有？就会成为会去拜他，绑个红布条，有没有？哇，那个是不能动的。所以在台湾有很多路会是这样，特别在乡下，有没有？路都要绕过那个求桃宫，有没有？那你就会看着小小的那个庙宇，还是有人在拜呢，还是有人在拜。所以他们觉得宗教信仰应该要是包容的，怎么你们基督教就只有要信耶稣而已，别的都要请他走？哇，真的你们太阿爸了，有没有？我就问，如果你的爸爸是很有钱的，那可不可以我去你家也说爸爸你好，可以吗？可以吗？我也可以当你爸爸的儿子，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你们真的不够心胸不够宽大呢。财产分一个是安怎呢？靠要紧，有没有？对啊，我们非常清楚在我们的生活上就是这样，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很清楚，我们是所敬奉的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把救赎的计划按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而我们今天领受他。你是门外汉还是你是看门道的，就在这里会分别出来。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晓得，他们是在用看热闹来看我们的信仰。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就说你来看看，对不对？这是你传福音的最好的机会咯。所以面对这样的议题，是神给我们的机会。阿们。当他们说你们的基督教比较霸道你们的基督教比较清高你来看看嘛，对不对？你去教会了没？还没有的。你对教会还不了解，对耶稣还不太了解，我也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你就自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最美的机会的时刻，把它传扬出去。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耶稣应许我们，不是可以得生命，是可以更丰盛的。丰盛到哪里？我说丰盛到福杯满溢。阿们。你知道福杯满溢是什么样？是溢出来的，是可以分享出去的，是可以见证的。因着福杯满溢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生活即便在难处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孤单，因为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你有福杯满溢的祝福。阿们。你来宣告好不好？来，我有福杯满溢的祝福，
是的，这是主所应许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耶稣说什么，继续说，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就从旧约里面，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就有这样的应许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0章11节，来，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阿们。以赛亚书40章11节，对，这是在旧约里面，先知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让我们知道，哇，原来神的计划，神所预备的脉络是直线的，是不断的，是重复的，向我们来启示，叫我们来了解。所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甘心乐意为羊舍命的，是冒着性命的危险来拯救羊脱离那险境。所以我们看有很多的基督信仰的这些画家哦，他们会把画画让小羊怎么样躺卧在耶稣的怀抱，对不对？哦，耶稣拿着一个牧羊的拐杖，有没有？哦，或者是把那迷失的羊带回来的时候，就扛在肩头上，这一些都是在表达基督确实最后也摆上了性命，救赎我们脱离恶者的权柄之下。所以感谢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这个认识的意思非常特别哈。一般我们会说认识嘛哈，就是你认识谁吗？说认识啊。但是如果你跟他非常的熟，你会说什么？哦，我们熟透了，有没有？有没有？熟透了，熟交了，有没有？台语会说什么？哦，我捌伊哈，捌到有春呐，无是要安怎？有没有？捌到有春，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跟他不是泛泛之交而已，不是点头之交而已，你是跟他有深交的，你了解他家的人口，甚至他家有几只猫、几只狗、几只蟑螂，你就抓得出来。哇，吓人啊！这是熟悉的意思。其实，在犹太人用这个认识啊，这里有一个希腊文哈，这 ginosko 这个意思是什么？就也表示夫妻同房在用的这个用词呢。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认识，耶稣说他认识你我每一个人是这么深的认识啊。所以耶稣也期待羊也能够认识他，认识的这么深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所以这里在这样的一个形容是什么？牧人跟羊就一种深层的内在的认识，这是关乎源自于我们生命中彼此的连结。所以以至于就知道为什么耶稣愿意舍命救我们，那是因为他把我们看为他心中的一块肉，甚至强过这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更深的去体会他的爱。这是基督徒，你能够确信，你因为信耶稣基督，他把命给我们，也一并要把所有的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所以在生活当中，对我们免不了都有一些被打击。我要告诉各位，上个礼拜牧师也被打击，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被打击，那是属灵上的征战。我就宣告，主啊，我就宣告，因为那一天早上我所灵修的，就是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就用这样不断，那一天主所给我的话语，我就不断宣告，你知道吗？后来我跪下来，我俯伏在神的面前，我叫那恶者离开我。这个过程潘牧师都有看见。对，然后我站起来，我跟潘牧师说，我得胜了，我得胜了。潘牧师在这里，
这是我上个礼拜我自己的经历呢，连牧师也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用害怕。那恶者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他不但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一切的丰盛，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关键就在哪里？就在你认识耶稣多久，你了解你是主的羊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你要不断对自己说：“我是主羊，我是主的羊。”阿们。这是必要的，这是一种宣告，宣告你跟基督的关系。所以，我们之所以可以领受从耶稣来这样一切的应许，乃是因为你必须要先进入羊圈里面，你要进来。而今天你形式上都进来了，但是你的灵有没有进来，这你自己要去分辨，并且透过我们努力的跟基督连结的关系，让我们听懂他的声音，听懂他的声音，然后跟随他的脚步，说耶稣所说，做耶稣所做，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然后我们就会必得着按时给予我们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份信仰，对今天早上的信息你确信的话，我相信今天开始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会有更多的亮光，因为圣灵不断会提醒你，圣灵会不断透过神的话语叫你明白。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章37节。对，所以你不用害怕，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好牧人绝对不会丢弃我们，即便我们是那99只羊的另外一只，是所谓的迷途的羔羊，当我们转身渴慕呼求他，他一定救把我们。阿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他告诉我们的。我们看整个企业的行销的策略，从过去产品为主，对不对？因为它是独门生意嘛，我做就这样就是这样，阿伯你别安怎，你不爱你就慢背哦。我的顾客排队在找我。后来有竞争以后，我们就知道，开始怎么样？顾客至上了，对不对？所以要服务最好的。我们服务最棒哦，我们售后服务哦，从原来的1年，我们增加到3年哦。现在汽车到几年？5年呢，哇，好棒哦！甚至有的说，我们可以10年哦。汽车了，终身免不可能啦。他说我的那个什么，蓄电池可以10年保固。为什么？他们愿意更多的服务，把你这个顾客留住。但是很重要，现在我们看见什么？他要跟你建立关系，加进来，有没有？用 LINE， 用什么 APP， 你就加进来嘛。你进来就是好友咯，对不对？你进来就是 VIP 咯，对不对？所以我就把最好的、最优等的、最先的、最新进的都先告诉 VIP， 你要不要进来？你就觉得被吸引了，你就进来。这就是现在的企业的方式，行销的方式。他谈的是什么？是关系。你愿意跟他建立关系的话，他的服务就是一等一的，就是最好的给你。再说关系，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关系，不是吗？我们说有基督跟神的关系，我们才有跟人美好的关系，跟神所创造的万物的关系才会正确，轻重缓急才会分得出来，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所以感谢主，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要明白，你人生的成败是取决于关系，不取决于你拥有多少，拥有什么呢？所以你关系非常的重要。而你所谓关系的重要的好坏在于哪里？你对人是不是愿意摆上时间？
你跟人的谈话，让他们觉得是窝心的，还是会有刺刺的感觉？这都是我们可以自己好好的反省的。因为神给我们明白，神愿意把自己都摆上了，献了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他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的？但是问题是，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喽，做一个决定喽。所以羊跟牧人的关系就会关乎这只羊它是否健康，或者它有存活下去的可能性没有，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只羊离开羊圈的话，那到处都是危险，不是吗？那愿神给我们能够清楚，不要成为羊圈里面的流浪者，就像大儿子，有没有？应该要清楚听懂他的声音，跟随他的脚步，他会引领我们出去，到哪里？到叫什么？青草地上，还有什么？对，水边。哇，这是我们可以跟主一起享受一个从神而来给我们最好的人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关系是答案，我们一起来说来。对，当你面对任何的想法的时候，跟人、跟神、跟物质的时候，你重新定义跟他的关系，你会找到生命还有许多可以调整的，可以改变的，那就是你的答案。你会知道跟随他的是有福气的。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继续这个礼拜，我们要从12章开始读到约翰福音的21章。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要出埃及了。阿们！跟隔壁说，下礼拜天开始我们出埃及。好，所以下礼拜天开始，我们从出埃及记开始。所以下礼拜天牧师就讲出埃及记了。我定义它为有出入的人生。为什么叫做有出入的人生？因为出埃及就叫做不讲好了，下个礼拜才说。怕你们下礼拜不来啊，对不对？OK， 好，那你说我来了。对，但是这是耶稣说的啊。我一起来读来，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们。对，耶稣来了，你要邀请他进来，他就给你生命，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为你存留。他为你预备的，别人不能抢去。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他，你没有跟随他，你就不晓得从哪里支取他给你一切的丰盛，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期待我们吃的是什么样？健健康康、瘦瘦的就好，对不对？但是我是好牧人的胖胖羊嘞，我那边抓，我是邻里的胖胖羊哦。好，我一起来宣告来，我是好牧人的胖胖羊。阿们。不只是乖乖羊我们邻里要是丰盛的，我们生命是丰盛的，这是最棒的一件事情OK， 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再一次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约翰福音10章14节。如果要宣读的话，你会怎么样宣读？我宣告耶稣是我的好牧人，我宣告他认识我，我宣告我也认识他。阿们。对，用宣读的方式就是这样子要自己转换要自己转换，那就是你做最棒的生命的一个祝福。好，感谢主，让我们这时候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
相信你应许。你说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让我单单寻求你，我主。一旦承认心，相信你应许，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正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正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牧师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带我到天父的花园，可以跟你一起享受你一切创造的美好。即便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应许我们，你已经胜了世界，让我们确信主啊，我们同享在你的花园里面。所以神透过诗歌，把我内心所渴慕的我的意向，把它化为诗歌。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同牧者一样有这样的领受，知道主应许我们的必然成就，因为我们是渴慕他的，我们是清心的人。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来敬拜，领受他一切丰盛的恩典。我们从头再来讲。你说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要单单寻求你，我主。一旦承你心，相信你应许，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正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正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要引导我们，让我们乐意、甘心乐意的进入到你的羊圈里面，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听懂你的声音，好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我们都享受你给我们的保护、安慰、祝福跟引导。谢谢你，我们的生命就是这么的可贵，因为都在你的手中成就你的荣耀。也把我们的教会交你手中，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跟着圣灵而走，在你的祝福当中，让我们成为最美的见证。
好让这世界因着福音更大的改变。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以敬虔的心及感恩的心来奉献。开始奉献。世人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起立。知道主是人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弟兄姐妹们，现在呢，我们要来颁发在我们上一次的圣经营，是圣经营，是，所以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小组长来到前面，那我们今天非常的难得，我们的董牧师呢，他还没有回去美国哈，所以他今天呢来到我们当中，他可以来颁发这个证书给我们。好，按照我们的位置来，好来，那我们请我们的组长来代表领取之后呢，等一下会由我们的组长呢再颁给我们的组员，因为呢我们总共有117位哈，那117位呢到台上呢人就会很挤，是好，所以我们请我们的组长，好，组长 ，OK， 好来。好，按照顺序哈，来 ，OK， 好 ，OK， 好，我们要按照顺序，是因为我们的同工的那个都已经排好了哈，所以等一下你才不会拿错哈。好，来，第一排往前一点点，好在那个是几号？我们的圣经1月26， 1月28。1月18呀，我们在这一天真是领受到神所赐给我们呢圣经，神把那美好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对董牧师他的分享充满了启示跟感动。好，小组长，你们还没找到位置吗？小组长应该都是特别聪明的，应该很快找到位置，因为他们是好牧人，对不对？好，我们为这些的好牧人掌声。呀，这些都是跟牧师同工
一起在牧养你们。所以呢，我们教会有300-400个人，牧师没有办法这样每一个人都顾到，但是呢，他们也成为好牧人，他们顾到了每一只羊。你们的组长是好牧人的，你大声拍掌。哇，感谢主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圣经营的证书，这是我们的学习圈，所以是每一个同工都要来继续充电的，不是培育学校毕业就没了，是继续充电。那我们呢，首先好，我们要来请我们的董牧师，我们的讲师董俊南博士我们的董牧师，感谢主哈。好，来，我们来颁给我们的国宾小组，掌声。好，来，好，我们照相。我们第一排都要给董牧师来颁。好，来，再来我们的主恩小组，哇，主恩小组。好，再来我们的玉兰小组，好，再来我们的志豪小组，底下的组员掌声大一点。好，再来我们的文文小组，好，文文小组，再来我们的永伟小组，好，再来是我们的崇文小组，好，再来是我们的健身小组，好，感谢主，让我们在组长的带领当中都进入到圣经营。接着是我们照明小组，好，感谢主，慧珍小组，阿们，哈利路亚。好，那我们请董牧师回座。好，第一排到后面去，来，第二排往前。好，我们请周牧师来颁证。好，周牧师，来，我们的玉喜小组，来，玉喜组长，感谢主。好，我们的正平组长，正平小组，来。好，再来是我们的豆豆小组，好，再来是我们的知和小组，知和组长，好，好，我们的动作再快一点了。好，再来是我们的米粒小组，感谢主。好，接着我们的丽娜组长，好，丽娜组长。好，接着是我们的玉珍组长，再来是我们的雨欣组长，好，接下来第二排请到后排去。好，我们第三排往前，请周牧师继续。好，再来是我们的秀莲组长。好，再来是我们的桂林组长，感谢主，我们的慧敏组长，感谢主，我们的明谦组长，好，明谦组长，来，再掌声。好，再来怡静组长，好，再来怡静组长。好，再来是我们的嘉佑组长，好，掌声。再来是佑生组长，好，感谢主，佑生组长。再来是我们的本玉组长，感谢主。好，那我们在座的有参加圣经营的这一天，我们现在呢，组长要来到座位上，把你的证书颁给你，换他们颁给你哦。好，有参加圣经营的组员，请站起来，我们热烈掌声！哇，非常的棒！请我们的组长现在用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态度来送给，恭喜他！我们的新媒体可以拍照，新媒体
哇！当你拿到的时候，你说耶，在神的话语上面增进，哇，太棒了！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恭喜这些站起来的组员！呀呀，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想不想要再有第一次、二次的董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圣经营？阿们吗？阿们吗？阿们。好，请坐，请坐。哇，这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是最快乐的哈。董牧师呢，他再过几天他就要回美国了。他如果再多留1个礼拜，牧师要请他再来第2次的圣经营啊！我们要跟他约定时间哈。美国太远了，还是我们去美国好了哈。OK， 总是有盼望的哈。神也真是照顾保守我们的董牧师还有胡牧师，他们2位夫妻呢，在健康上面都蒙神的看顾。我们要祷告，让他们活久一点，而且还要活得健康。对，他们2个很喜欢来我们永光礼拜，所以呢，他们回来这1-2个月，他们总是就是想有机会就是要回来永光礼拜哈。然后他们2个现在好像是我们的牧师，对不对？阿们。等一下要去跟他们抱抱哦。好，热烈掌声！谢谢董牧师、胡牧师，请站起来，让我们掌声。我们再谢谢他们。感谢主，阿们。好，那我们OK， 好，我们现在呢，我们有教会的事工，好，我们的事工来看一下，来，我们先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在上个礼拜，在过去当我们桂林小组的组员吉长兄，还记得吗？你认识吉长兄的举手一下，认识的，你认识他的，还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吗？可爱，他走路都这样。好，那他呢，在过年之后呢，他就因为失智就失踪了。但是当他在失踪，我们得知消息之后，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为他祷告能够找到他。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一个纪念他的当中，然后求神能够让他能够尽快的被找到。感谢主，然后在1个礼拜之后，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在哪里。那后来他蒙主恩召。很快的时间，蒙主恩召，所以呢，我们好像一时没有办法接受，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然而，在他的告别式当中，哇，我们的特别是秀莲牧区桂林小组呢，他们的同工，大家用爱彼此的支持扶持，让他的告别式非常的温馨。而且呢，我们看到在瞻仰仪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吉长兄比以前更帅耶！阿们，阿们，因为他有信耶稣，他要回到天家，他比地上的家更好。地上他住的家还要跟人家租，他去天上要不要租？不用，他在那里跟耶稣同在，那是荣耀的，是没有病痛的，是，所以他在天上等着我们。然后他跟我们说：“你们要好好的敬拜，把握时间哦，要好好的敬拜神。”是，所以呢，他的女儿叫吴怡桦，还有他的女儿的丈夫巫世龙弟兄，对不对？还有吉长兄，他有一个孙女哦，哈。好，来，请你们全都站起来。那他们特别要谢谢教会对吉长兄的照顾，还有对他的告别式的安排，哈。所以呢，吉长兄的女儿非常漂亮哈，他的女婿非常的帅，还有那个小孙女哦，孙女非常的可爱。上帝要祝福在他们家中，他们住在杨梅，对不对？住在杨梅哈。上帝祝福你们，我们再热烈的掌声，上帝赐福在这个家庭当中。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有一个消息，我们的消息，来，我们来看消息。好，我们看一下，好，这是这个礼拜的导读的经文。好，接下来，好，那我们的圣经营我们刚刚颁发完，接着，好，那我们的同工灵修会呢，要快乐出旁，在礼拜几？礼拜5几点集合？好，超过7点31分的，拜拜。好，我们遇事不候哦，哈。好，
接着其他的消息都在周报上，那我们来自己看周报。所以呢，你在礼拜五呢7点10分来，你要赶快找你的车长。你认识你的车长吗？第一车长是谁？谁？第一车长？啊，你们都不知道哦？周报上面不是有写吗？第一车长是谁？举手一下。哦，永伟长老，你自己是第一车，你知道吗？哦，他好像也不太知道。OK， 好，那第二车呢？车长举手一下。哦，在这里。好，第二车的羊都要跟着这个牧人哦，他是好牧人，不会丢弃你们的。好，礼拜五找他们报道，好，报道好。所以呢，有隔夜哦，所以我们会第2天礼拜六都在九族文化村，然后呢会坐缆车，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小组的一个聚集的时间哈，这非常的难得。好，接下来，好哇哦，我们下个礼拜也要颁发我们的手抄的导读本，总共有多少人呢？去年1、2、3，哇！感谢主，神要大大赐福这1、2、3人哦哈。好，下个礼拜要出席，我们也要颁奖。好，再来，信仰奖励金呢？要复查的3月2号之前呢，要向慧妍老师来提出哈。我们的青少年跟儿童信仰奖励金的申请哈，要把握时间。接着，好，再来就是我们要访韩盛会。那我们的访韩呢是在几月几号报名截止啊？3月9号，还有2个礼拜。那我们的费用是39000元。那如果你符合这个我们所规定的资格呢，全程回来之后，教会补助1万块。教会补助1万块，牧师鼓励我们呢，永光教会还没有去过汝矣岛，然后没有去过祷告院的，我们都一起来那边经历7餐的禁食祷告。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机会，所以牧师鼓励我们都来参加哈。好，再来，好，幸福小组呢，我们马上要开始了。那我们的服务长的名单呢，实习服务长的名单呢，请交出来，这都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操练。好，接下来我们的儿童青少年5班呢，很快就要开课了，还有我们的星光学院，那我们按照这个时间把握，这些对我们都是最好的预备哦。好，那我让你们多看一下。OK， 好，感谢主哈。优生、本玉，你们2个在哪里？站起来一下。优生呢？好，这是何佑生，执事，也是区长，也是组长，也是医师，哈哈。这是我们的本玉，然后呢，我们的组长是，还有他也是我们的前面的区长哈，所以他们就因为这样就连上了哈。感谢主哈，他们呢在上个礼拜天，哇，我们就去提亲，然后呢，哇，就敲定了他们很美好的日子哈，神预备他们2个，然后呢，今天呢，因为8月才要结婚，为什么现在就在报告呢？因为太高兴了，对不对？很兴奋哈！因为周牧师说，永光教会的青年呢都要内销。那如果呢是女姐妹呢是要遭罪进来，不能超过5公里哦哈。所以我们明谦长老他也进来了。还有谁也是我们的姐妹在这里，然后呢他就跟着来了哈。对，我们永光教会的姐妹就是有这种魅力哦哈。是，所以呢，我们这是我们的青少年幼生跟本玉是我们永光的本土本地的自产的哦，我们再给他们掌声呀！而且他们2个在品格、在信仰上都充满了神给他们的智慧能力，然后他们非常的爱神，所以真的是我们很棒的一个青年的典范的领袖。那现在就是因为他们要在8月16号在教会结婚典礼之后呢，午餐婚宴要在孙立人的将军官邸
牧师呢也去看了，非常的漂亮哈。所以呢，因为要预定他们的这个桌数，所以呢，我们弟兄姐妹就要来配合一下，因为呢，男方女方都是永光共同家人，好好是，所以呢，我们要来登记，就是可能你要参加的，然后我们要知道到底桌数，所以他要很快，因为现在要预定都很难，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后就可以到接待桌那边。那当你登记的时候，你写你的名字，然后呢，你还要再加上你家人，可能有2个人。好，那当然，因为那一边的桌数呢，空间有限，所以我们尽量是如果是小孩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要特别来拜托我们，可能小孩如果可以尽量把机会让给成人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到后面结束的时候，到后面登记，然后呢，或者是你不用纸本的话，那你就扫 QR code 来报名这样。好，那当你报名了，然后你才会收到我们兆明长老的红帖子。好，是现在我们大概都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可以很精准的来预定这个桌数哈。好，那再来好，所以呢好，再来我们的青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影片吗？好 ，OK， 好，青年影片。好，3月29号我们要在凯道有一个祷告为台湾的祷告大会哦。好，那这是潘牧师、周牧师，还有跟林良堂，还有跟其他的教会的牧者，我们一起要来举办这个全国的一个祷告大会。那在这个前面的3周呢，我们的教会也会成为一个据点，就是禁食祷告的据点。这个之后牧师会再来安排。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国的 Daniel 牧师，他因着圣灵的感动，就自己带着70个美国的祷告团队来到台湾，为台湾禁食祷告。因为圣灵对他们的感动是台湾要成为复兴之岛。是，所以呢，他们就来到台湾。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呢，我们3月29，我们都把时间播出来。3月29是礼拜6的下午，我们要到凯道，一起在那里敬拜神，为台湾祷告。阿们吗？阿们。OK， 好，再来。好，那我们的牧区呢，在上半年度，我们本来是要办出游，那现在跟区长还有我们的组长呢，牧师跟我们报告，就是我们的出游要调整为幸福餐会，所以我们就上半年我们就不会办出游，因为我们在母亲节5月11号那一天母亲节，我们整个的礼拜要拉到金豪宴会厅，在那里礼拜。那在那里呢，我们有一个我们幸福餐会，所以可以邀请我们的 base。特别我们在今年我们很看重的就是全家归主，阿们吗？所以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未信主的未信主的一起来参加这母亲节的幸福餐会。我们预计有500个人，过去呢我们有到800个人，所以现在餐厅呢我们要先登记，然后呢如果超过500个人，然后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再增，但是我们现在以500个人为主好，所以这个场地就是这样子我们到时候我们所有的庆典的节目都会拉到这个宴会厅好，所以我们也为这个事情开始从幸福小组来做预备。OK， 好。另外呢，中会的消息是我们的小会议长、书记、代议长老的研习会是在这个礼拜2的下午开始好，接着。好，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柯淑娥姐妹她是属于松年的过去在松年。那柯淑娥姐妹呢，在2月14号蒙主恩召。那明天是告别礼拜，是所以她的儿子明辉有在这里，对不对？明辉还有淑慧她的媳妇是。那这是她的明辉的妈妈，过去在永光教会受洗，那一直都在我们的团契的聚会里边。那因为身体的关系，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来。那他现在呢，在主的里面安息，所以明天是柯淑娥姐妹的告别礼拜。那也家属也欢迎邀请我们一起来与这个家庭呢来安慰他们。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我们诗班呢也要练习诗歌，是所以呢，神也继续的赐福，然后我们要为明辉他们的家庭祷告。阿们吗？阿们。好，请坐，请坐。
好，再来，好，接下来，好，我们欢迎韩如，韩如在哪里呢？我们的韩如，好，欢迎韩如，是，感谢主。好，韩如你已经搬到永和了，哇，是，所以你是基督徒，哇，上帝祝福你。我们看到你，我们觉得你就是生活在那个溪水旁青草地的那个乖乖羊。上帝大大祝福你哦，韩如哈。好，热烈的掌声欢迎，一次欢迎。阿们。好啊，我们介绍嘉伟啊，志伟的太太秀燕是不是？还有呢，好，来秀燕，请你站起来一下。哇，志伟的太太，志伟你站起来一下。好，我们的志伟哈，他也受洗不久，然后呢，他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对吧？那现在秀燕，哇，很漂亮的妻子哈。秀燕，你每一个礼拜都要来，我们都很欢迎你哦。哇，热烈掌声！还有呢，他的好朋友丽月，是不是？阮丽月，好，丽月哦，是他的好朋友。好，所以呢，你们以后呢就可以手牵手一起来到教会。好，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大的温暖啊，因为神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我们爱他们吗？爱，上帝祝福他们，热烈掌声。好，那请这些刚刚站起来的弟兄姐妹呢，拿着你的包包呢，我们的迎宾团队呢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们哈。好 ，OK， 好，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彼此的用神的爱、神的笑容来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大大的爱，耶稣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我们给董牧师他们夫妻，给他们大大的爱。爱你，爱你，董牧师，你向后转一下，给他大大的爱。喜乐充满你，烦恼都耶稣爱你，每天再一次啊，向左向右转。爱你，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旧站立，请周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愿我们主耶稣大牧者引导我们到青草地，到溪水旁，让他的救恩丰盛在你的家，并上帝无比的爱包围着你们，圣灵的引导、启示、光照，叫你们走在他所喜悦的道上，领受一切的恩典，也胜过一切的挑战，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引导我走。
报告2件事。一件，等一下我们圣经已拿到的这些证书，我们所有的100多位，我们要来拍大合照，来到台前。第2件事情，今天的我们买到董牧师的书，他今天要帮我们来有一个签书签名，所以有2件事。好，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大家请坐。我们圣经营的弟兄姐妹拿着我们的证书，请来到前面。我们请世良要来帮我们来拍一个合照，请牧师、董牧师，然后胡牧师，我们都一起来。我们请我们的讲师，好，我们快速的来到前面来。